方面，要来看到警察实在真好心情替民众来服务，法医普文嘛来甲这件代志特别懊恼。这是台中一个查某警察执行勤务时，经过西屯区福清路也个河南路12路口，向强看到一个查甫看起来真青狂，一个甲问这查讲原来伊的老爸车歹去掉伫半路，伊赶紧着急要去斗相共。这个查甫警察沿路甲伊斗相共，也个主动替伊刹车，拄啊好，互法医高大成看到，翕影片普文懊恼这个警察实在真热心。一个查某警察咧执行勤务，看到一个查某人看起来真紧张，主动来关心。原来是这个查某人老爸车歹去，伊着急要去斗相共。你打空档，我帮你推。暗时天真暗，福兴路甲河南路口也是真侪车，着惊会影响交通，嘛烦恼会发生意外。这个查某警察主动来斗相共刹车，将车刷去安全的所在。现在这样可以吗？移动上也比较困难，那因此同仁以及这个民众就协助将他们的车辆把它推到这个比较空旷处。这一幕互拄好经过法医高大成看到，将画面翕落来铺上网络，懊恼警察为民服务。先生来帮忙人们这样做，让人家觉得很好了哈，很舒服。一来不是讲我就随来看，红线不可以停车，连暂停都不会，我就开了。伊唔是，伊就问讲你是安怎？这位民众迄天暗时开车出门，半路车的链仔向逼去，赶紧打电话爱厝邻的人来斗相共，好佳在拄到警察来协助。若无这个路段拄好是伫夜市仔附近，真惊会造成交通的混乱。记者综合报道。